那安尼呢，你就会当达到了着你修行的宗旨。若无可能。所以讲呢，咱今日咧修行学道，有当时为虾米咱咧听经文法的时阵，会感觉讲，今日讲师傅所咧讲话，其实这叫做关照。但是你有去关照着，你讲的讲师咧讲，咱是讲，咧讲家己，其实讲师袂将意义，一个人去讲伊啦，因为嘛也毋捌啊。讲师嘛毋捌安尼，嘛有可能啊，伊较会知影咱啥物问题。搁有你准做法，无带做伙嘛，无一定知影讲咱有啥物脾气无地。所以讲呢，伫这个所在，当咱感受着，那么呢，人讲的你对号入座，那毋是讲你，但是你对号入座的当下，是毋是你有关照着家己？那所谓讲法，其实毋是啊，其实伊讲的是方向，有可能咱拢较会去触犯的。毋是讲将对杀啊，安尼。所以讲呢，或者讲咱有84000的辈吼，我伊就我都了解。通常众生就是如理开这个物件，所以讲呢，伫你关照着了后，你一定要比较有干，要在这里下功夫，安尼呢，你伫修行内底，才会慢慢更不起来，才会更不来。修行咱的脾气无变，会愈来愈少。那当然的，咱修行健康一定会愈济。安怎讲？你道理愈了解，你愈想要打帮助到，愈想要助人救人，安尼呢会当内外双修。自然呢，咱就当达到圆满。所以讲呢，咱一定爱伫咧修习。无将心念呢来做关照的功夫，就唔免讲啦，空谈。你安怎关照？用真理来做关照了咱内在的好甲歹，然后一一照着道理呢来评除了的无好的，好的咱就当做继续。那安尼呢，咱自然就法度呢达到了一个圆满。再来这段呢，书是种强文显地性，本来正道无有混杂，人性自有离顿，美人讲修我人顿灭，自性本性，自见本性，即无差别，所以亦顿将之加明，显地性过自法门，种种以来。先定无量为宗，无常为体，无助为本。无常者，无常而离常；无量者，无量而无量。无助者，人之本性。无世间善恶破旧，乃至冤之有亲，言语足持，其间之事，并就为为空。不输受害，不输受害，就是讲无报复啦，无报复啦，所以讲呢，而家呢或许了解呢，有人智慧那么而家呢讲这个法门，这个法门，我咱讲过咱人袂当无修行，但是咱修行的法门，咱一定爱去有所了着。有所断定，或者拢定咧讲，咱轩辕皇帝为虾米要拜72书？为啥拜72书？有个人，咱要家己度伊嘛，讲阮拢伫对拜书啊，阮拢伫对咧拜，伫对咧修啊，会有当着即种的经历，所以咱感觉讲去到对一粒，拢烧香，咱来甲修。当时伫即个环境内底，过去祖师大德还未受达所解正道的以前，为虾米伊要来找人做？因为伊知影人做呢，伊有得到了幸运大法，伊有得到顿悟法门。顿悟法门，无非就是当下。
互你明心见性，互你明心见性了后，自然你就自身有法度来回归着你的清净，来进到了你菩提自性本自清净的。